絲團啊，醒獅一舞，好運做你。咁我哋今日咧專程嘅準備咗一份驚喜俾我哋嘅夜王嘅主創團隊咯喎。我哋嘅醒獅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啦喎 ，OK，ready， 3, 2, 1， hit it！ 夜夜生爆票房，黃牌橫掃全場，夜王大賣！健康，馬到功成。耶！大家好，我係每次都要吹好耐，咁但係為咗角色，我係心甘情願同埋做得好耐啲嘅，同埋最緊要靚。靚唔靚？應該係話好靚，3、2、1，好靚！哇，超正啊你哋，好勁啊 ！OK， 馬來西亞啲咩咧？講完我嘅粉絲啦，同埋馬來西亞嘅呢份熱情，都係令人感覺賓至如歸，好開心。有冇掛住馬來西亞嘅美食啊？有啊，譬如話榴蓮啊，肉骨茶，仲未食啊嘛，因為太趕啦，食個後陣間食嘅，點都攝到時間揾嚟食嘅。阿 Fish 係第一次喺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最佳女主角。希望咁多咧掌聲幫阿 Fish 打打氣。多謝多謝，我提名，我就係為咗呢個擁抱。